歡迎收睇新一輯嘅一周花生點評，我係老詹。影片嘅上架日期係2025年12月30號。先同大家講聲新年快樂先啊！一周花生點評就係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科技界嘅有趣新聞事。今集呢就會講下啲周邊嘅花生嘢啊，同埋講下啲 iPhone 啊、AI 嘅資訊啊。唔知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喺影片之前記得 CL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唔阻大家，我哋即將去片。今集嘅內容開始啦，唔知大家對中國嘅晶片製造商有幾熟悉呢？包括 CPU 或者 GPU 啊。中國硬件商摩爾線程咧，就喺2025 MUSA 開發者大會入面咧，就推出咗一款新嘅顯示卡啊。呢個咧係基於花崗架構嘅廬山高端圖形渲染晶片嚟嘅。係啊，呢個晶片就係廬山啊，睇下佢有啲咩廬山真面目啊！官方咧就宣稱咧3A 大作嘅遊戲咧嘅渲染效能就提升咗15倍，光追嘅效能咧就提升咗50倍喎。就話呢張廬山顯示卡咧就同時支援呢個嘅 AI 渲染 CAD 啊、CAE 圖形嘅設計。未來就會推出針對使用者市場嘅全新顯示卡，花崗架構就採用最新一代嘅指令集，支援非同步程式設計模型同高效線程啊。而呢個嘅主席亦都表示咧，花崗就支援10萬張顯示卡以上嘅規模去運算啊。即係可以集中去做一啲 AI 嘅訓練啊、AI 嘅加速引擎等等啦。亦都指出呢款嘅廬山顯示卡咧就完全支援 DirectX 12嘅 Ultimate。暫時呢款卡咧就主攻 AI 訓練同推理浮點算力，存取頻寬咧就介乎喺 NVIDIA 嘅 Hopper 同 Blackwell 之間。而呢款嘅產品咧就預計喺2026年就量產上市嘅。唔知大家對中國製嘅晶片或者 GPU 點樣睇呢？會唔會考慮試下入手玩下？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嘅。跟住落嚟呢單新聞咧，就同老美政府有關喎。老美又出呢個嘅新禁令喎，就話唔俾外國製造嘅無人機同零部件輸入美國，亦都唔俾販賣。咁究竟係點樣呢？早前老美嘅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就宣布咗，就將中國大疆 DJI 同所有外國製造嘅無人機同零部件咧，就列入咗呢個嘅國家安全受控清單，意味住咧華盛頓政府就將會禁止大多數呢類嘅產品入口同銷售嘅。呢個舉動唔僅僅限制美國消費者同商業用戶喺選擇自由，亦都損害咗開放同公平競爭嘅市場原則。根據呢個嘅禁令咧，被列入受控清單嘅設備將會禁止獲得 FCC 嘅認證，而喺美國絕大多數電子產品進口同銷售咧都要持有呢個嘅 FCC 證書。但係咧，亦都指出，如果而家已經入咗口嘅零件啊、無人機咧，就唔受今次嘅影響，因為已經攞咗證書。咁樣唔知大家對老美呢個嘅禁令點樣睇呢？又會唔會損害咗美國消費者嘅消費自由同埋呢個嘅公平性呢？或者又有冇啲什麼政治嘅嘢呢？咁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跟住落嚟就講下啲 AI 晶片嘅嘢啦。中國上海嘅交通大學集成電路學院同清華大學組成咗聯合嘅研究團隊，就發表咗全球首款新程式光子晶片 LightGen。
呢個就係處理影像生成同影片等嘅任務嗰時咧，佢嘅運行速度比而家目前主流嘅英偉達嘅 A100 電子晶片咧就強咗100倍喎。喺理論上，光子晶片嘅運算能力比傳統電子晶片咧速度上亦都勁咗1000萬倍嘅。咁即係其實而家嘅100倍咧，真係小兒科嚟嘅啫。喺目前咧，市場上主要應用嘅 GPU 等嘅晶片，包括 CPU 都好咧，都係電子晶片。呢個嘅運作原理就係電子喺晶體管入面咧就處理一啲嘅數據。當然電子入面就有電阻，喺處理嘅過程咧，唔單單會發熱，傳輸亦都會有呢個嘅 delay 啊。就為咗降溫所造成嘅能源損耗咧，就亦都幾大下嘅。你知而家啲 i7、i9 都講緊好勁一啲熱度，亦都話要用水冷啊，又話成。當然去到啲咁強嘅 AI 晶片咧，當然佢個發熱率就更加言之啦。反觀光子同電子就唔同嘅，光子本身咧就冇質量，幾乎係冇電阻，發熱率就極之低，傳輸速度亦都快好多。對要降溫嘅電力咧，依賴就非常之少啊。過去咧，光晶片就好難喺大規模去運用，問題在於光晶片嘅功能有限，只係可以做到一啲比較簡單嘅運算。一旦涉及一啲複雜嘅運算，例如 AI 任務等等咧，運行嘅過程仲要將光子轉翻做電子，之後再傳翻去做光子嘅。整個過程嘅光電轉換咧，亦都消耗唔少嘅能源啊，亦都冇咗呢個嘅光子嘅優勢。今次嘅 LightGen 核心咧就突破咗而家嘅限制，就做到全光路處理，由輸入、理解、操作、生成影像嘅整個過程都係喺一個光領域度完成，就唔需要轉翻落去做電子嘅。保守估計今次嘅 LightGen 運算速度咧就已經達到咗35700個 TOPS， 即係每秒幾多兆嘅運算，亦都可以意味住原本需要浩大電能嘅數據中心改用咗呢個嘅技術之後咧，電費啊、排碳將會大幅減低到1%嘅。當然呢個嘅光子晶片就當然有咁嘅能力啦。但係咪可以有技術做得到呢？都係一個問題。當然而家上海交通大學就話做到啊，唔知大家對呢個嘅光子晶片點樣睇呢？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嘅。跟住落嚟就講下蘋果嘅消息啦。我相信蘋果嘅發佈會咧，大家都會覺得5、6月嘅時候就會係一個 WWDC 啦，9月就會有一個秋季嘅發佈會嘅，而 iPhone 咧就會喺9月嘅發佈會嗰度推出嘅。我諗大家都好習慣呢個嘅生理時鐘噶啦。近日有消息流傳咧，iPhone 將會由秋季即係9月份嘅發佈會，即係一個嘅啫，就會分拆成2個，玩個春秋二祭啊！唔知係咪諗住拜多幾次阿喬布斯就可以對佢哋嘅收入咧有少少影響啊？入門級嘅 iPhone 18咧就會提前到春季去量產，我諗大概3、4月左右啦。至於高階 iPhone 18 Pro 嘅系列就會維持翻喺9月去登場嘅。傳聞多年只聞樓梯響嘅 iPhone Float 摺機咧，之前都話會喺26年去發佈嘅，但係又話會 delay 到27年先至推出啊！唔知係咩問題，就係真係得個樓梯響呢？咁就唔知啦。因為之前講到蘋果分拆春秋二祭去推出 iPhone 咧，呢個消息咧就係一啲供應商消息嚟嘅，就話喺26年1月度咧就會啟動 iPhone 18小規模嘅試產，以確保生產嘅流暢度啊。跟住之後咧喺農曆新年前後就會進入大規模嘅量產。
唔知佢會唔會係量產變爛產呢？咁睇下阿喬布斯保唔保佑啦。唔知大家對 iPhone 18分拆上市點樣睇呢？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而今集嘅內容呢，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為大家嘅選材，但係都要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最後記得清理好啲花生碎。我哋下一集即係出年再見啦，拜拜。今集就嚟到最後啦，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即係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你哋每一個嘅 comment、like、subscribe 都係我嘅原動力嚟嘅。最後記得訂閱埋我嘅吹吹水電腦研究所嘅 Facebook 專頁，多謝。